在中间跳。人比较少了，这几个人呢？啊，这人有点少。王三八蛋还没来呢。没跳舞啊。过场不让唱。这个是生面。
做健康老百姓的，做老百姓也不过，做有咱们的脚踏，做这样。哎，我带纸的，我带了点纸，算了，我给他，我带一湿巾纸给他。我以前买了好多湿巾纸送他们，搞忘了，应该下午。还没有。这里有水，有喝水，咱们点了饮料，我点饮料。水姐，这不知道，不是我的。小祖宗，别太累，还有我在小祖宗。不知道。谁的？谁的？有可能是属哪的吧？不知道。啊，对呀。你那个多少个呀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这是你的吗？不知道有了会有气，不可能一起的，一起分嘛，一人分一半嘛。没问那个送花了，没问。他们写的卡片没写送花的。今天520的嘛。选一个字海。哦，这个是给谁的？3K， 这是谁的？吉祥八宝来喽！
再来一个，再来2个意思。最有代表性。太好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吃东西没有？吃了哈。休息一下。啊，我觉得以前不了解，我觉得这次看了休息吧。名字没写，哎，小祖宗不是谁呀？谁说的？对，就是高原上肯定就是他们一般拿工资的话，一般40、50岁就退休了。退休了之后就在首选的地方一般在成都，因为成都的医疗还有住房各方面都是最好的。因为成都有华西是全国排第2，要么排第1的医院，养老那些很好。忘了这边。
你不听我就请你出去了。刚刚拍照片，这样刚刚合适就是有点少。这块噻，如何服装？如何服装开始跳。成都进了省头，耶！西藏，成都的西藏，成都西藏的小区，是成都的高架桥静海中心。如何服装要跳1.9哦。这早上把单没来了，今天看气温还可以哦。回来给他唱他的歌。太长了，7分多钟。减520，
哦，有。都要付证好的。不觉得朋友圈是朋友圈。三弟，三兄弟哦。还没有。只有哈达有锅吗？你付的是你给我点，我要慢慢。好，要得。好的。